乡亲朋友，大家好，下晝3:30了，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嚟》，我係劉慧珍吼，今日係8日和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同樣所有鄉親朋友啊，向下來關心到咧空氣嘅話題咧，咧下個人啊，環保意識係見來見過，開始來實在嘅人啊，咪較多咧吼。人講啊，小心一點肉，大家應講到啊，佢嘅減碳嘅效果啊，講係熱氣1公里歐多擺嘅50萬倍哦，按度吼。有人講咧，實在是咧減少到心血管病變嘅啲問題。不過咧，相對來講啊，咪要少講了解實在滋養唔辣嘅啲問題。實在應該按用循序漸進咧，先來空氣有滋養吼，韓國咧又唔會太挑咯。今每到現場啊，都歡喜哦，俾大家來搶到。你嘅營養師阿鳳來聊，為了大家來講到呢方面嘅話題，先來請阿鳳來聊大家上節目。阿鳳你好，慧珍好，你鄉親朋友大家好。係啊，你今日咧講到呢個實在吼，頭先都提到嘅吼，大家可能係因為呢個環保嘅問題，吼，呢個咪因為呢個宗教嘅問題，也係講空氣各方面全有可能啊，吼。咁嗰啲下要當到後生人，因為你啊，你講環保，吼，做環保，所以呢，吼就講減低呢個碳嘅排放量，所以記得是大家是減少呢生育嘅量咧，吼。咁講嚟講正經嘅吼，呢個實在除咗頭先講到呢個對一啲大環境較好之外，還有哪啲嘅好處咧？係你啊吼，真緊吼，應該實在吼，慢慢當到後生嘅實在，特別吼實在怎麼阿公阿婆，你也冇咪去到真緊啊！吼，我都就從我到屋卡咪算係也睇家庭嘛，吼，到屋卡真緊係長輩講又實在。係啊，怎麼就有的阿公阿婆是處於唔實在，有的照孫頭，照孫頭咪是做在。係，哈你啊吼，你可能講到實在嘅春湯啲白度吼，其實在吼過嚟啲後生嘅人吼。啊，不管係誰來吼，誰冇過來求這麼好實在吼，因為佢認為實在吼，提吼對人身體好，提老是講吼，佢嘅環保觀念吼，因為伊講冇實實。因為可能講牛吼，本身以前吼可能牛在腳，吼就唔判得吼，因為該可能該到動物吼，本期以前可能吼，感覺吼安動殘忍啊吼，所以當意思講啊，我來實在的時候，其實實在是點樣講？台灣吼目前實在因蠻人熱到，其實到美國啦、歐洲啦都有很文明嘅國家，甚至日本咧都文明嘅國家，實在其實是。對佢來講，吼是當有面子嘅事情啊。對外國來講，實在係對呢個當有面風，係當共用嘅事情。從以後，比如講我從出街，吼，出街呢啲，然後伊講我係實在吼，佢應是對伊當客氣，吼。啊，其實我嘅在比台灣在吼，好時間當多。所以咧，吼，啲對外國機會實在研究咪按多來講，當然體育，講實在我是到空氣，是來好事啦，但是冇好事。可能真緊大家咪冇是咧，實際就係表示講，你嘅兩個挑戰吼，用法來挑戰兩個實在嘅兩內容，哦，也係體育創造嘅吼。好，你就講實在嘅好處，你冇尊敬你吼。韓國咧，你頭先講到環保空氣，環保來講，還有你從有到嘅牛你真好係咪吼？做啲減少你一個講食物嘅一個立場嘛，吼，對一個運送嘅過程，真係係愛增加當多嘅碳排放量。你其實你是一定牛吼，一定肉吼，其實你浪費當到自然，吼，比如講你一定肉，你幾多你譬如講你是定牛肉，你要炒，啊當到炒不嘅食，甲炒下去嘅牛吼排便吼對環境嘅污染吼，啊你又不肉太好，你用幾多抗生素，啊用幾多飼料吼，還你本去其他以後呢，還你人生個性當中，你還嚟浪費幾多資源，哈，但你唔是用你當簡單，你是拍，你是該淘米，該買炒米盆是好，炒米盆是全做的，是當簡單，該土地本土吼，內地本是會上出意思是的，是唔是講按到啊？意思講按浪費能源，種東西吼，仲有到炒，半夜到牛來食，可能你喊我過去仲有到飼料嘛，半牛來食，牛肉到按下就係時間長。香港飼外養班人真嘅係當麻煩嘅嗬，一講到你係貴州嘅一隻過程來講哦，首先一年碳嘅排放量來講是2等多嘅嗬，一直講到環境嘅問題啦嗬，好處來講對空氣來講咧，好處係哪隻部分？誒，先講係實在是講是真正健康嘅在嗬，台灣嘅在嗬，其實健康都冇健康中間嗬，喺當中係討論嘅問題嗬。
你像物件因吼实在吼，今日慢去底北吼，最主要是炝菜豆、吼水果豆、吼含个人拍之类呢是个坚果类、吼豆类啦坚果类吼。含其实来喷嘿，我是个面包是个全谷类，好，但其实按样动健康啊再下去哈，其实还唔会糖尿病，还唔会心脏病，骨头咪还唔会松，好，还唔会不啱，好，不过物件以后对安特别人摸停是强壮，因为安年在人也在胀动豆。哦，所以咧，了解实在啊，吼，做的是都动控片，不过看你啊用办类似咧，吼，了解讲到问题实在嘅好处，真紧系十分的多。你可能讲笑啊，像听朋友吼，你自己可能未有上到，人家像你阿妹唔怕啦，加下有时间做啲打电话到现场咧，老大家来做一张分享。你一下咧，讲到了解实在吼，你实在嘅种类咪动到咧，吼，手底嘅啊，吼，有等于是实在啊，吼，就是单讲是呛出来。啊，有等于呢，大概即讲牛奶啊，完全部有食。一上去咯，你哋下讲大概实在嘅有分种类吗？当到种类吼，咁讲，像安尼实在吼，有等于有食卵，有等于冇食卵，哈，有等于有食牛奶，有等于冇食牛奶，有等于有食卵，有食牛奶，哈，还有物件还有因在系个存在，因为我是真嘅讲，牛。明明是很肉气，肉未存在嘅。你老人间吼，你老伊讲爱是在吼，去上班过来叫系在，吼，所以全世界对在观念冇强咯。不过到台湾来讲吼，有当然是冻简单吼，冇是卵，冇是牛奶，吼，冇是食卵，冇是食牛奶，是分3种。所以就按照。卵到牛奶在冇事的哈，因为佢讲冇存在嘅係全素嘛，全在嘅，係就得係奶素，牛奶咧，又是牛奶，又是牛奶，哈。另外一種是牛奶、卵全部有事嘅，哈。睇睇得講哈，啱啱講。等就台灣就該一貫道嘛，哈，台灣已經講該鴨卵糕，哈，你睇已經講一貫道，又是卵，哈，你日文講鴨卵糕是講佢台灣又是鴨卵，還是個鴨卵糕？係啱樣嘅，哈，和就都已經講嘅佛事嗰度，哈，已經講，比如講你要當到是佛，幹嘛？你出家眾哈，實在因哈，緊緊去個苗地百度哈，個實在因哈，出家眾，嗰度就等於是連卵老牛奶過來冇食，過來是都嗆出簡單。其實我特別是看到安尼，個買剃度誒出家眾哈，像個比丘咁嘛，佢每日哈當到早起啦哈，你又每日又改片。當到吼，個出家人吼，其實個都摘菜，當到摘菜下去吼，等佢到下樓度吼，差唔多可能實在是一年10年20年以後吼，個肝吼未出問題，個腰未出問題，當到個度人吼細繞下去吼，所以表示講特別安尼在一天就問題，每日你經驗唱講，實在冇是到加工食品以後吼，你問題還冇完到咧，所以實在係能可以用辦事啦，吼，了解是又是卵啊，又是牛奶哦，又當然是手工嘅係自用咪唔來問題，吼，假是了解圈在來講咧，當然一直講用辦去來補充嘅是一等重要咧，吼，好講到你啊，可能鄉親朋友是對了解實在來講是第一道嘅奉片，有一種按怎麼講，講奉片咧，奉片仔，你啊其實你啊當然後生因怎麼寫奉片仔，是每本因走些麻煩哈，是講基本冇可能肉是做得哈。啊，有的湯哈，蓋湯咪怎樣食？好，有的應該因為實在因唔是個五辛嘛，蔥啦哈，蒜頭啦哈，你有蹺頭路橋蹺頭啦哈，你都有韭菜唔行哈，係。啊，因為講咧食得下去吼，對安尼個有冇還會興奮下去，所以就唔是。不過你係後生因，你都無論幾下食下去，是係啱冇食肉氣，冇食肉氣吼，係。其實實在是個方便時候啦，冇好，因為因講人因強下食飯時候，我實在你行逐項東西幾下唔食。其實人因格格不入吼，咪唔好吼。最後是講你實在考慮披薩台下方便體重要。係啊，你下應該阿鳳來睇到嘅啦，嗬，你實在種類啱到哦，韓國同外國來講哦，睇是同了解英國了味咩哦，因為存在，所以你講啊嗬，葉講水灣，葉種是水熟咯，記到你啊大寶嘅時候係安用起咯，因啲是愛撈
讲比清楚，我实在是了解用模式来用品，嘿，冇咁错哈。其实哈，我感觉俺实在唔是讲调解哈，一定买hin哈。其实我讲台湾实在，其实做起实在最大问题是讲吼，俺当到个加工品强度，所以最主要实在假是有冇健康的部分，系因为了解加工品的哈，问有等于讲吼，俺实在有等于讲哦，俺因为本后生意实在，所以我做到个再的五派啦，吼。再钙派啦，哈，还再牛啦，牛轧啦，哈，俩都用买去做，俩用网头去做，网头就会加工下去，然后网头做出来，佮加工下去哈，一天不用当到发好东西，不用地白多，佮东西怎么种出来，很地白哈，就钙的酶，又跟牛的酶，佮一道向进下去。哎呦，其實所以假使講伊愛實在是冇比較好，有了解牛的酶，還嘛其他的酶嘛吼，所以個是了解個食材基本單本身嘅兩嘢酶之好咧，因為網頭看得到網頭，吼，還伊看得到芋頭，吼，伊看得到毛豆，吼，冇講伊一地啊，像伊排骨肉表面，佢安嘢實在，睇睇都講係冇健康。所以啊，吼，因為愛實在啊，當然愛食咯要控甜啦，吼，講到了解控甜可能一啲出體頭先提到嘅啲一啲加工品唔好食，是嘛？因為香過鹹嘅，香鹹，很有等於不用解，不用cứu嘛，因為網頭東西吼，凍膠為外體，你做唔得不用cứu哦，所以一定要防腐劑嘅，防腐劑挺少，吼，它有得酶吼，酶數要按強，它其實有段時間吼，應該解從解再污染，再解染就冇吼，因為不記住按人酶嘛，因為基本冇不用用，啊就等於是貪便宜吼，特別都用，係啊梅頭下好吼。很久都是因為個債東西哈，你不能講你要當到我哋買個關東煮啊，關東煮要按便宜一條漲10塊，個債慢慢做，其實不用個香梅，不用個卡德蘭膠，吼啊真緊個好嘅東西冇，是個其實冇健康，是係冇講症狀問題，佢係食到。冇比較多嘅，全部係對人哋嘅了解身體啊，算起到有負擔嘅東西。但東西冇錯，所以我哋阿鳳女老太家都講到，以前朋友，你說我記得咧，嗬，唔好食到呢個，冇食到加工品咯，身體呢個有負擔嘅東西。好，我長期實在係你嗱，見到體質強嘅嗬，你就講了解營養素哪隻部分含唔辣啦，嗬，你體質強嘅係乜部分？好，有人講我實在是到嚇講鈣質唔辣，鈣質咯，那鈣質唔辣。好，跟人們補呢，其實鈣質吼，我希望按時在因吼，可能吼特別主要是講，因為炝菜一定要多食，一餐可能是1碗到2碗炝菜，一餐是按講中飯的了解，可能1碗睇到2碗炝菜，買炝菜之後呢，其實像番薯葉，番薯葉鈣質當多，吼，還有到像橄欖菜，啲咪鈣質咪當多，吼，還加埋鹹菜，啲咪鈣質當多，吼。啊，風嘅鹹菜啲咪除了講鈣質之外，還有鐵質，吼，冇是烏麻啲咪當到鈣質，吼，還有豆類咪當到鈣質。所以Andy講到了解實在來講啦，吼，了解鈣質和鐵質，吼，Andy是愛加強來補充嘅。除咗了鈣質之外，你還有可能其他當到嘅營養素，Andy天天呢，吼，都了解平時生活當中是愛來補充起來咯。所以係呢，都有家下陣我繼續來大家來講到兩位來聊下嚟。同志朋友，一些困過後啊，轉到福起來嚟咧節目嘅現場咯。今邊係8月號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同大家傾下嚟講到嘅咧空氣話題啊，是實在誒相信到呀，嗬，用訊息到空氣，韓國呢講到有時的嗬，對大家環境啊要照顧到咯。頭先啊都聊之前，阿鳳有老大家來提到講到嘅是係啲了解實在嘅人啊，嗬，最驚嘅是係了解自用唔辣，錯，了解。
营养分唔来，是只 Andy 嘅一個身體可能就會出問題咧。所以 Andy 哋下實實日日繼續咧，有提教咧講到一個滋養唔來，所以內道係會唔足唔來 ，Andy 要用辦來補充。等你實在其實下講是有人講卵泡質唔來哈。卵泡質其實都來到提到呢，卵泡質有幾種食物裡邊動到哈。第一項是按頭類哈，像黃頭、烏頭。吼，還個毛豆、槍頭，吼，槍頭筋來到底部幾下動到卵泡質，吼，平常吼搭襯吼最好就來到頭類嘅東西，吼，是作為補充一個卵泡質。除了了以外，就等於是卵底部沒有卵泡質，吼，唔是講卵泡質唔大。還有牛奶，牛奶冇是個酸奶底部都沒有卵泡質，你咪做啲補充一個卵泡質，唔是少講唔大。還有項是講一個頭介為堅果類，像比如講一是蹄頭，吼，冇是一是介到個核桃，吼，冇是講買杏仁豆，呢個堅果咧，對一身體動化頭類，佢底部沒有卵泡質。所以其實我感覺按台灣飲食在因吼，其實卵泡質它唔是少，它除了這之外，就對一是頭膚、頭乾。卵泡質來講，也唔是少，頭膚、頭乾。對，佢係沒有卵泡質。底部都咪全部有。係，喺頭內面係有卵泡質，它唔是少吼。其實當然少嚟去底下電到它唔是少，等於當講吼，就等於講吼，唔定我擺東西按錢唔按錢吼，我是建議講吼，冇是按個烏頭就冇吼，冇是黃頭吼，留個糙米粉強下煮，吼，因為個強下煮兩三冇強，你做啲留個烏頭、留黃頭先煎過，煎過下去，一點點細細壓下去，留個盤強下煮下去時候，所以也是係講到呢個卵泡質嘅咋補充方式。好，其實最好兩三分開嚟煮，因為兩行強下煮吼，個天子糕吼，天平包嘅地方煮，一段時間會變霉。其實我是建議講吼，應該像個烏頭吼，一擺那個煮豆起來吼，按做個粉細胞吼，變成冷凍啲味道。結擺煮盤嘅係那一包下去變咧吼，還唔會變霉，還好食。哎呀，所以講到你實在我是都空見吼，當然你啷講是嘛，買。內底嘅東西，內底嘅變講，應該是黃頭也係是啲個人哋嘅烏頭來講，營養版是未等重要咯嗬，你係補充啲個卵泡質嘅部分，你係現場有田發生來講咧，嗬，你係人哋巴黎徐小姐，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營養師好，我想請問您哈，我是胃食道逆流哈，還有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那不能吃什麼水果啊？我就胃脹氣，然後又很胸部很悶，那請問哦？飯前不能吃水果是嗎？那何時吃才正確？那我不能吃什麼水果？那產氣的食物有哪些？還有我可以吃糙米嗎？那麻煩你教我哦，謝謝啊。好來嗬 ，Andy 嘅你係個巴黎徐小姐，佢也係問題好多啦嗬 ，Andy 從佢自己本身有兩個胃食道逆流，還個有兩個潰瘍嘅兩個問題嘅朋友，真緊要注意嘅事情嗬，可能未當到嗬。錯，你講水果嗬。講方言係冇？要講華語哈。那胃食道逆流的話哈，其實很多人都問我說，水果什麼東西可以吃？基本上有胃食道逆流的話呢，盡量水果是放在2餐當中吃。哦，是講你下現在吃食飽嘞。食飽嘞。好。是90天當夠1點鐘9以後這樣的行哈。那基本上胃食道逆流的話，盡量不要選如果說2餐當中吃可能會安全一點點哈。飯後不要馬上吃些瓜類哈，因為瓜類的話有時候會讓你胃食道逆流更嚴重，因為它會在腸道裡面發酵。還有就鳳梨盡量不要吃，因為鳳梨高酸度。鳳梨跟番茄那是對胃了解檸檬咪總得是，係總得。它酸的水果盡量不好，比較酸的水果盡量不要，像鳳梨、番茄這些都比較酸的，還太甜的水果也比較不好。它甜咪很好。基本上胃食道逆流，我還是比較建議比較安全的水果，就譬如說像木瓜是最安全，還有就是蘋果也是比較安全，那可是要咬得很爛。敲下面掉，就做得木瓜咪做得，菱角咪做得，唔過敲下面掉，其他水果一定要敲面面咧，就唔會講個胃食道逆流厲害。好，長期按樣先應該了解基本生活當中嘅，也是好冇問題的。冇問題哈，就他徐小姐問說糙米可以吃，可是你糙米要吃的時候，你每一口你要在嘴巴裡面咬到20-30下再吞下去，因為講36下呀。因為有時候你沒有咬的時候，因為纖維太粗，所以你可能會比較
有时候会比较不舒服。那通常胃不好的人，我都建议要多摇几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你假使讲天时机面前呐，哈，你乡亲朋友，假使你自家哈没有从你啊，你巴黎徐小姐去挑选讲到，安样嘅只镜头哈，你食东西爱慢哈，爱侧边面来就唔係對啲你啊胃腸來講負擔強過大，安樣去，好，你也是安樣來做一隻回答咧，你啊撒下來頭先你講到，你卵白質嘅一隻補充鋼體嚟錯冇嗬，韓國到你個聊之前，頭先聊之前就講到你個鈣質，鈣質韓有乜嘅學過來加強嘅冇？有的東西哈，就係幫助你鈣質吸收下好哈，但是維生素 D，其實維生素 D 來到東西提到呢，睇下哈，當然因為忽略掉，其實烏木米啦、泡木米。烏木米啦、泡木米兩種，維生素 D 哈，還有個香菇類，香菇未算，未啲維都未有。係，所以就等於講啊，補充鈣質哈之外哈，我可能哈你到老人家都是到烏木米，都是到泡木米哈，冇都是到香菇，你到哈其實就係幫助你鈣質吸收下好哈。但啲兩項你就等於老人家個凍奶，冇安因哈，體簡單方式是講，我是嘅牛奶是酸奶。雖然啲鈣質就多嚇，咪要維他命 D， 其實對老人家咧係提好嘅補充鈣質嘅來源，係先要能提好。我講到呢一下，啲東東應該講烏木米啦、泡木米啦，你講佢料理嘅方式咪凍多嘛，所以你是做得變化下，安樣嗬，不過係講老人家是食起來是唔係吃到講緊等於食了的。係，像伊烏木米嗬，那個薑麻絲炒嗬，對老人家是都簡單，烏木米炒薑麻絲，喺度頭副個人係梅頭當好呢。係哦，阿方影台，哎呀，我水落就做啲聽定咧，我搭開越出菜出來咧。係個泡木米就等於講哦，其實啲啊最近當當啲泡木米嗬，冇冇是烏木米嗬，冇是要到泡木米就係刺嘅泡木米，錯，嚇，個刺嘅泡木米是講台灣自家種嘅泡木米，你只拿來點。好，但唔該別按尿嘅長啲滾水嚟啉吼，其實對老人家未當好。就係講薑，因為一度值得一度變湯，不過相信一變湯薑有湯藥平。其實次是甲冇老變湯吼，冇老變湯其實冇甜咧，冇甜味，冇梅冇水咧。不過台灣自家種嘅個刺嘅泡木米吼，你冇老湯未當好食，冇老湯未當好食。台灣你啊自家要自家種嘅，所以鄉親朋友就比較試看下咧，好，你一陣講到 Andy 嘅了解。鈣質嘅補充啊，嗬，你提供俾鄉親朋友有大家按到嘅方法嗬，韓國咧嗬，你一家應該吃到鐵，嗬，鐵質來講嘅係實在嘅朋友一定驚嘅呢。係，因為食物嚟講，佢有時間牛嘛，嗬，有人講啊時間其他肉嗬，有時煮飯嚟到就鐵質，講啊是真因可能冇食了到東西鐵質還冇多，不過唔是少有幾項東西鐵質當多，可能大家嗬，可能睇下嗬，唔有項東西是講個烏湯。烏湯啲咪鐵質當多，係，你一時點解想到頭先嘅假是木米落去講加條烏湯，應該未做得，係未做得，係，唔過就唔冇是甜甜啦，冇是甜甜。韓就都是講吼，像按嗆菜啲本，韓菜啲本吼，風韓菜，記得按冇是風菜，你記得風韓菜，韓國了解風菜兩種，一吃到就係應該嚇從啲調菜式嚟用啊，係啲煮起咪風嘅菜啲本。全部要。哎呦，調菜要嗎？調菜其實冇到。佢係一表皮甜甜。調菜嘅風是風的 Q，哈，啊咧吼，又貼起來是風的風。哦，風的風其實係你個全部係要嘅，啊你個調菜啲部都係白色嘅咪哈？係錯，吼，佢兩三色冇埋強人吼。比如講吼，鐵質除了講料之外吼，像個卵吼，啲個卵方面有鐵質，喺頭類咪有。其實頭類啲本咪當到鐵質，吼，啊就等於入補鐵質。其實有項東西吼，你做冷搭不吼，即個烏頭有冇？你烏頭就你攞去配皂皂，烏頭配皂皂，盡冷搭嘅。盡冷搭嘅是，嗰啲本咪當到鐵質。就正經你當少嚟講，你鐵質唔啦吼，啊你做得吼，我本賣街就冇，你烏頭配皂皂吼，那盡冷搭嘅是，咪做得補充嘅鐵質，咪做補充嘅蛋白質。你行喺上到一張，你頭先講到烏頭啊，仲冇啲咩做得老幾先煮好用個變相度啊，你講愛食盤嘅時節講過，你講拿下來嘛嗬，你一還有一種方法，你就做得拿來轉做呢種調嫩要嘛嗬，用一個高子機啊，用打啊，嗬，直接拿來啉，
因为去熟的嘛吼，推便它样子做得些。按木头记得吼，当个个吼雾的个外皮吼，莫片太记哦。因为营养成分全部都在地板度咧，嘿。嘿，冇错，就当到诶，你讲讲，唔啊果子也好啦，菜类也好啦，一啲食物地板度，诶，你啊表皮的东西垫到去，营养成分好多。冇错冇错，吼，所以木头其实是冻好诶，它就意思讲干粉地头、黄地豆、地板铁质的冻豆，嘿。系，补充铁质的吼，头类加湿的吼，要做补充点铁质。哦，所以你啊，你就按到铁质的东西，冇办法用完全讲到按手，不过有用开菜里外度吼，佢就有冇强用色的，比如讲佢糯米，嘿，糯米地板没有铁质，没有。好，还用是法菜，不过法菜了讲东西，其实环保、清朝、清凉莫显豆呀，这个东西，因为佢豆该佢慢慢佢豆该沙漠萎缩，等于到法菜。咱这过下咱去那天下去吼，对沙漠哈那唔好，对环境唔好，会破坏环境。所以讲，你要假是爱对那个环境好，你也是莫是法菜，好，你也是系你给那个铁质嘅补充咧，哇，真紧咧吼，还有内豆嘅呢，吼，像讲 ND 嘅维他命来讲啊，吼，还有其他是要讲补充，比如讲 B12，或者系记得透过 ND 咪要讲到吼，实在嘅朋友体降嘅是系少咧。嘿，冇错，因为了东西过来都粉底不下多，它慢慢补一定会欠哈。你做的是个维他命 B12溶染哈，莫是等于有些牛奶，有些软奶因是唔是少，因为牛奶软底本没有哈，因为是个酸奶底本没有维生素 B12，所以哈，我常讲哈，实在一听的是牛奶然后软是按眼睛，嘿，好，所以牛奶然后软呢都全部我来补充比更油辣啦哈，莫讲哦，大家牛奶然后软模是上班下真紧，那个自用是可能会长好多的啦。实在，不过是来控钱啊，韩国做得对 ND 的环境好，你讲系真紧好，你讲是下控钱的在啦哈。好，两位呢好，当然个先来聊下咧哦，加下阵个继续来聊大家来大嘴股来讲到呢个控钱嘅话题。好了，以后就朋友一些困过后啊，转到了节目嘅现场咯，今日系好空气来报道嘅单元，同大家来讨论到嘅啊是呢个应用选实在是到较空气掉咯，吼，今日对现场请到阿峰来老大家讲到呢一张话题。当然，乡亲朋友一起到有问题，我来问阿峰咪做得利用呢时间打电话到现场来，呢下呢 ND 实在过来吼，所以我来问阿峰了，头先讲到嘅，有卵白质有那个维他命。B12，还有那个钙质、铁质，你都按到中啦哈。你都一啲补充嘅方法，全部让大家来讲到咧哈。韩国内底嘅药量有提到咧。不过假使你都一个自用素哈，来讲应用成分冇适度嘅时间哈，呢个身体应该是不有点只反应咧。假使用内底反应嘅时间，ND 按用办来补充。好，比如讲哈，卵白质哪解下哈，上次要後哈，上後哈，上後唔係數後，唔係數後，喺上次感覺挑那麼吼，係造勢，挑那麼用係造勢，用一個每節的為所造勢也係貴州。貴州挑那麼會造勢，但是卵白質唔好，冇是講黃膜啊，特別因細細個，個黃膜膠，黃膜膠其實是卵白質唔來的。哦，其實係卵白質唔來，佢補充又拿了一個，是冇黃膜膠咧，變污咧，變污咧，係好，係有種意思講個手指甲有冇下會講下，因有種意思下會變，下會裂，吼，嗰條是太聽到講，變下會裂，下會團體，下會團體，嗰是個卵白質下唔辣，係，和 B12鉗是講有種意思下會，其實有偏血嘅問題啦，吼，啊意思下會甜啦，吼，啊上次有人講個有憂鬱症，然後個 B12鉗有關係，吼，有人講實在因冇充血糖球，血糖球有種意思話憂鬱是 B12鉗。你要吃，但其實是係那個營養素唔辣，你是咪吃到要唔快樂，要動物做嘅樣嘅。所以創造你當鄉親朋友，你實在吼，一定是卵吼，一定是牛奶吼。唔是只有講牛奶慢慢吐，你至少
是人是好好的人吼是冇问题吼。好，还有一些改机吼，改机最主要是骨头会松吼，就等于系，就等于美骨头松，因为讲暗部石头吼，水毛会揪紧，不揪紧，系不揪紧的因吼是个欠钙质的问题吼。减铁的问题，你是讲含不透那hin吼，苦血红血吼，啊木头是暗贵啊，木铁暗铁嘿，还有意思讲吼啊，欠铁下去吼，心肠是调下脚，哈，还有面色是拍剁剁哈，啊嘴唇皮剁剁拍剁剁，那个就是欠铁质的问题。铁质的所有嘅镜头嘛，吼，你到镜头，假使切加肉，哦，是爱注意下咯，係咪？假使到吼，因啲那个铁质啊，係钙质啊，係磷白质。你啊到，喺講到你磷白質啊，有陣人為問題啊，因為講到你磷白質，假使呢，Andy 就係緊去加溫嚇，即係料理長久嘅時間，基本變質變到唔好嚇。莫吸收是講，磷白質嘅東西嚇，比如講，盡量莫撈湯強嚇豬腸球，因為豬腸球下去嚇，莫撈湯強嚇豬腸球嚇，比如講，Andy 啊嚇，是個豆腐有冇？豆腐莫撈湯係溫豬腸球下去嚇，個磷白質是會變態是還莫去吸收嚇。比如講，個卵有冇？有人是煮個卵嚇，啲白撈啊湯像嘅。撈卵啊，撈完卵吼，啊卵啲白撈到當到變湯下去煮，按煮久變硬嘅，個卵吼，其實吸收冇好。所以 Andy 講卵也好啦，所以講你係所有磷白質嘅啲東西來講吼，莫煮湯酒，莫煮湯酒，你是應該是推觀眾朋友來問嘅吼，你個料理嘅熱量有嘛？咁好，盡量就莫，因為莫煮湯酒，係莫講煮到強硬性，嚇，盡量是講一卵嚟嚇，卵嘅方式其實是像因煮個水煮蛋，莫是煎卵，按的方式是提雞蛋，嚇，啊提冇問題，嚇，像個豆腐類嚇，盡量莫加工調酒嚇，比如講嚇，按呢個網頭啊嚇，伊最後是貴萬雜網頭，最後是非機械嗰種萬雜網頭嚇，最後講網頭嚇，小可本機發掉壓下去，下好吸收嚇。莫是調壓咪做得，莫調壓上時就等於表到到肉啊，係不應上調好，咁咪唔好嚇。網頭呢個加工嘅食品其實對安尼實在嘅莫講當好，比如講有啲網頭嚇去加工下去變當多東西，就應講嘅百葉豆腐，其實百葉豆腐咪唔係真嘅網頭，因為佢嚇個網頭下去做個變百葉佢跑繼水下去長做得本機一揭，啲白表豆豆就，其實百葉豆腐一天冇，呢種咪冇。到佢安樣，每套都好食，係，其實唔好啲油嗬，啲卵泡子貴係變態，其實唔好。還有等於是講緊像我爸嗬，緊用卵泡子那裡手睇落嘅。你看網頭啦，你看網頭啲白卵泡子那裡抽起來變黃豆分離蛋白去做當多東西，比如講去做就叫像個黃豆分離蛋白做個實戰演習來哈姆，莫實戰演習來個一塊塊個賣像啲雞塊嗰度，嗰是黃豆分離蛋白，其實個咪冇健康，因為佢網頭嗬，佢落去啲白卵泡子抽出了嚟啊，佢啲白變當多東西嘅卵泡子就會抽走，其實個變當多又酸又嗰啲東西，個發好東西變下去，其實對人身體咪冇講當好，嗰啲其實卵泡子咪有點。但係睇講有點變質根本冇好，所以盡量是個佢本身嘅東西嚇，個卵泡子長做得，嚇。還有等於講嘅個麵腸好了，就講麵炸慢慢做嘅嚇，麵炸其實是麵粉底部卵泡子拿嚟做嘅嚇，比如講你那個買個高筋麵粉啦，那水去洗，佢底部粉會走脫，穿到嚇冇。卵泡子嘅東西會結貴氣，但貴氣是應該麵炸啦，嚇，或是麵腸啦，嚇，或是麵腸，或是麵佢條就應該烤麩了度，其實係卵泡子嘅東西。所以你係卵泡子，嚇，一洗個向安樣，拿來講盡做你一個補充卵泡子，來講幾點好？不過你啲麵粉類嘅東西，其實欠講嘅。氨基酸是冇講到完全，其實頭類嘅卵泡子，真嘅是正因頭類嘅卵泡子比個麵類嘅卵泡子較難好。所以你學沖頭啊，你係而家嘅一個實在嘅可能菜湯啦，一個啲可能簽嚟到當一種食譜嚟到啊，幾時會用一個可能麵炸，也係麵腸啦，係一到按樣落去就係講用甜木按樣去煮一個補氣啊，補嘅東西嚇。
按样做的，按做的，唔讲是讲按人轮泡机是讲，莫讲因为面炸机底部个氨基酸是欠一项，等于补钙下是讲，莫讲完全滋补啦，哈，就等于中医是讲啊，我电补哈，到底用买东西补，就等于是香菇。哦，一定要香菇下去，因为香菇头其实香菇头啊，就等于吼，我感觉咪莫讲当今这种东西，就等于是讲该再菜底部就讲该溶肉啦，再菜溶肉。再找溶肉很蛮做，其实个香菇就冇个下头个光啊，香菇饼啊，那一烤水烤面面，烤面面烤还有怎个香料饼下去，是变个应该再个咪溶肉，就是个冇讲到冇好啦，所以你下其实阿峰讲到你下，你再讲我实际个看得到嘅，佢係穩紮嘅嗬，黐嘅東西，哎呀，你講實在講做的是都好空閒的喎，嗬。係，等於是真正個店嗬，你其實最好是個面蔥嚟的，冇是講面炸面肚嚟的，靠，下就能好這東西。面炸、面肚、面蔥，係用面粉去做，因為你都啲其實都時常全部買喺度。係，唔講冇買強拍啊，因為你都面類做嘅，個輪拍煎嗬，那個調料冇權咯，因為你調料是講小李講調料底部輪拍煎，然後種咗嗬，重點就嘅用有交互作用，然後因是體位會破，應講重咗嘅梅，不過你面炸咧都是還會破重咗東西。哦，所以假使講寬太多嘅人，嗬，控人咧，嗬，用子過後，因啲愛講補嘅東西，補嘅時間是做的，現在面炸咧面炸是做的啦，嗬，但是唔係啦。含肉要了解，講高副作用啊，樣傷害身體啊。其實我感覺嗬，你真正做嘢補嗬，或是烘嘢補嗬，最好東西係能幼嫩嗬，留軟嗬。等於小幼嚟講，要啲咪要到發酵，冇時間要咪抗生素殘留嗬，我感覺軟體好。啊軟就你咪計下好嘅有機嘅雞蛋，其實好係軟要冇。講麻風細啊，係嘅。啊，土芥卵，土芥卵係，啊，伊真正好嘅卵嗬，伊相信那個牙籤皮籤下去嗬，嘅卵嗬是一隻半隻啊，凍這樣。你做得盡量用卵補充營養泡劑，沒有盡量冇食嚟到加工食品。所以卵未我嚟跳脫過，我嚟脫下，唔係講愛講食卵之間，但係講我愛起碼卵來食到好咧嗬。而家哪種係好嘅，哪種係唔好嘅，你自己我來清楚啦。係冇錯。而家講到講愛補嘅啦，嗬，講婦人家來講，而家講有啲人可能手術過後啦，嗬，而家講恢復體力啦，嗬，講開刀啦，嗬，竟然啊，假使而家都方法全做得啦，嗬。係冇錯。好，而家提供俾鄉親朋友，嗰撒下來啊，嗬，可能鄉親朋友是會像講假使講啊，嗬，有到人啦，嗬，假使我哋下蛇屙啊，記得喺度放上去啊，嗬，將愛太啊，你是很幾實在，樣幾很咪會自用唔啦，所以要內到人幾係唔適合。都實在，太啲都講嗬，唔好講冇適合實在，全做得，全做得是可以用埋先嗬。係，比如講嗬，你成日幫上街下嗬，你一定要改進嘛嗬。街下然後用人做呢嗬，最好是講嗬，本身人嗬，跟幼嫩冇是順嫩嗬，有路盡管水啉。好，普通人等於是婦男人，佢可能有時都該買破件東西啊，冇是有型肉類哈。啊，實在因為冇型肉類，嘅輪泡筋哈，佢改進到嘅體好是幼嫩。好，你做得好，本嘅成因哈都是都幼嫩。因為然後講小李講，哎，我成因是幼嫩，驚佢哈有過敏啊，冇是皮膚唔好問題。你未做得即個打頭年本身嘅先。哦，頭年啊，你往頭啊，先撈佢用針嚟，吹過嚇，填落吹熟來嚇，係夠你就放先嚇。你不按像應該放上嘅成因嚇，你就往頭俾佢煮熟來嚇，啊變到埋的，變到烏麻嚇，就變到糙米下去打，變個烏麻往頭糙米醬。烏麻網頭糙米醬咧，哇！你湯起到凍健康凍滋養咧。該做得好做咧，佢本身已盡管水啉，因為嗬，你啲咪當到輪泡質，咪當到鈣質，對於該嘟嘟放上嘅成因嗬，其實認狀當好嗬。等於嗬講其他認狀唔難嗬，肯嚟補嗬，你就得變到像應該我見買個杏仁豆。嗬，我會到剃頭下去，啲梅是很難好，成日很難而食。好，所以你解嗬，冇講你到你唔適合來實在食啦，嗬。你講真嘅，大家是適合，不過就是看自家嘅了解體質。
好，比如讲，我哋系血统高嘅人，頭先就提到成年放上嘛，吼。假使血統高嘅人記得，你用辦嚟注意。好，其實血統高嘅人吼，真嘅糖尿病伊實在下好，伊是分下好。係，因為吼分內底邊吼當到肉氣，你當肉氣有去該買唔像豬肉啦、牛肉啦，你當肉氣底邊有飽和脂肪。係，因發覺講你啲飽和脂肪本該糖尿病人是強度下去吼，該血統很難冇控制。吼，其實實在對該糖尿病其實有幫助吼。啊，要買是呢，我建議講吼。搭菜吼，你最好是糙米飯吼，是熱厝的飯最好，一菜差不多是1碗吼，或是8分吼，莫個幾碗吼，和盡量吼，你配的菜底袂多吼，有幾項東西吼是真嘅特別注意的吼，佮落盤形容吼，因為糖尿病當然吼，佮盤撈菜分唔清楚吼。比如講魚吼，有人講該菜，其實唔係盤，包熟係盤，吼，和飯酥上盤，吼，和旺鋪上盤，吼，和個山藥上盤，吼，還有個蓮藕全部上盤。好，來人哋教下講過，來大家來講下清楚到啊啦，吼，當然可能鄉親朋友有得上班下，唔啲分唔清楚，你都要上盤啦，吼，誒，先來聊下，家下在我哋節目當中有講過，詳細來聊大家來講到。好啦，鄉親朋友，一些廣告喺度轉到呢節目當中咯，今日係何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咯，同所有嘅鄉親朋友一齊來關心到嘅係康健嘅話題。講到了位可能鄉親朋友啊頭前3段，聽起來就知道講一個實在啊吼，那講你啊都部分有注意到嘅件事啊吼，是的，識得當康健咯，吼對身體咪當好唔係有負擔啊。頭嚟了之前有提到咯，那講自家本身血糖高嘅人咯，係咩講唔適合來實在。其實唔咩哦，吼，所以分清楚講，乜嘅係盤類嘅，乜嘅係了解青菜類嘅，安尼啊，都是得吼，適來當康健嘅。你行喺上個夾夾咧吼，阿鳳頭先來鬧大家來講到嘅，可能鄉親朋友冇記清楚，你一下因是食了時間像阿鳳哦，個來鬧鄉親朋友來講下，你血糖高嘅朋友要分清楚，乜係盤類嘅，嚇，係菜類，乜係菜類嘅哦。你頭先講到盤類，真係當多呢，係嚇，比如講吼，你講嘅旺鋪啦，嚇，睇下飛機門嘅旺鋪係算盤類，咁個鋪嚇係算菜類，所以第二個全部有鋪兩隻事，唔過兩個一般鋪來講是係菜類，旺鋪來講嘅是係啲嘅盤類。係，因為旺鋪甜甜嘛，嚇鋪嚇超球唔會甜嗬，喺菜頭加上菜類，菜頭上菜，魚加上盤，嚇喺飯酥咪上盤，睇就講過風頭上盤，嚇上盤，綠頭上盤，嚇你睇講到咧，薏米咧，薏米咪上盤，時先湯啲咪即係時則先貴啊，全部上盤，係，所以鄉親朋友嚇，等於是時先湯下去，該趁盤水見嘅啦，因為糖尿病創創，係創是講吼，一下是碗時先湯是睇，哎呦，我是點東西半包，我做個是1碗盤下去，個湯盤是該咪稀過去來吼，一下講一個講湯盤，講血糖一下講卡過去來沖吼，還是唔好吼，還比如講嚇，就颱風頭該咪上盤。颱風頭哦，係因為個颱風頭嘅我哋講花露頭啦。花露頭係花頭，咁咪上盤嗬，要等於嚇。香港風蹄頭咪上盤，客家人做咩事嘅產豆咁咪上盤。哦，啲都全部係上盤類係，所以後講嗬，等於糖尿病人嗬，記得你都要盤嗬，差唔多嗬，一餐嗬是按差8分到1碗時候，喺呢項東西睇清楚唔記得爆燒上盤。大家是吃到呢個爆燒嗬，轉點心內舌頭，只會甜當嗬，是冇上到呢係盤嚟用。爆燒筍上菜。筍是係菜，假是別人爆熟太挑嘅，用只係。是別盤。太早嘅是係你盤。所以台中講哈，一餐是按1碗時候哈。啊，糖尿病是都是都搶食，其實糖尿病提好是講是糙米盤，熱厝嘅盤哈，血糖控制得好。哦，因為佢係帶性通嘅了解。帶性通食物哈，盡量莫是都該都起起大泡泡漸漸，因為在菜當中哈，當到好泡泡漸漸。在菜，Andy 講真緊嘅咧，吼實在吼，假使 Andy 希望講講是了解，可能有當然講盤粥啊樣吼。
你如咧做蛋糕看到的呛菜类电动想办法冇按到哦，就像你按样去吹菜哦，全部有名，不过你油真紧系动油。嘿，冇错，就等于讲在服务拿来做无奈下去做那一道面粉下去，一道汤锅下去那咧泡，其当中因实在是因为有时盆有时咧都泡渐东西，系统电动控制一台控制冇办法控制吼。它有人意思，有人意像饭酥把来准锤有人讲俺饭酥拿来做饭酥奶下去饭酥面下去当好食，还是把盆就放那饭酥下去，嘿，个系统是动膜控制，汤药片也特别注意到汤药片是在当好，不过了都淀粉质下多的因是讲汤粉下多的东西，老朋友均衡来。最后汤药片因是讲你也是在下去你是食网头老炒米盘，网头1份炒米3份，一比3的比例按最后是大行呛出来按。配大行设来呛出来下去你一段时间下去，你系统控制到好。按样做在控制下来啦，所以弟兄亲朋友假使去讲我本身就按样的镜头的朋友，做得了吃看啊嘞莫想办法莫挑真好电动好麻烦，人家还分清楚过后是照按样来去做嘞。好，讲到你可能乡亲朋友就是会知道讲也个也个摘菜来讲挑战咩也个加工程度咧，香油咧是香油当然是会知道讲因为想办法也个抢菜咧都有香菜啦，挑战讲再落落嘿，所以呢，降低再落落，意思加到了个油，用到油，也是这油用哪种诶，你就当冲绕咧当然同步性呢油总得用，还个油内到油系适合实在嘅人来用诶。除了同步性油唔好以外油都干嘛椰子油。椰子油尽量莫用，因为它的饱和脂肪其实对实在因冇好，莫青菜用。它这个油其实是普通大红酒这么做的。不过你油是希望应该买油种从在5油下多，欧米伽3下多的油下好比如讲，有人讲该买芥子油、芥花油，然后就芥花油，然后做的就帮助对实在因就帮助还莫是亚麻籽油，然后对实在因们有帮助。其他不论你是讲该网头油没做的，网头油没做的。如果尽量是讲该泡渐莫尽量莫实在因体检是讲伊是都泡渐东西，因为泡渐东西对身体唔好，尽量莫就该油别到按造佛长来炒菜，其实唔好其实也是在设施的空间它最后就有来源都来呢，印度应该从个坚果类，比如讲伊是个核桃啦莫是该杏仁豆啦莫是起来买胡桃啦莫是夏威夷豆，来到坚果类，来到投入的油提好，坚果油还好，尽量莫是都该起来加工油，其实贵也唔好。好，也个坚果来讲大家体检的是因为卖到嘅油加汤油加染的，因为摸随机摸一时咧也加咧都有东西颠倒你二时咧都有是对身体空间结果很变做负担咧，所以二是黏膜也还好错，冇错。你讲紧黏膜系有到的系那是破的。有的系从一样一般一啲我卖的应该系用咩？低温烘焙温度莫调高比如讲应该松子都好食。咁讲按中间做松子是拿来过下泡过，等过做过都有汤粉下去，其实唔好。系因为个松子好嘅油，你泡过下去，个好油变体咧，变质系也系冇体咧，变质体，咪要走体去，因为个过氧化下去它是好嘅油咪走出去，因为你从泡从丢下去，整个好油走出去，所以唔好就keep 落来所以尽量强调对好食的调类咁咪坚果类啦，应该讲坚果类尽量莫用强度泡渐，比如讲你剃头当好不过剃头那里泡下去其实还会发染下去因是还会落，但你皮头那铺下去是唔会落。用吹嘢因为好。它剃头其实剃金状是剃头当个跟青跟花生磨日就应该爱做剃头，爱炒剃头。嘅青日然后去薄体去，电到真紧好嘅东西，过来薄体去咧。当大松鱼，你会发现东西你莫背你称的，两个日啦，也系皮啦，也都全部都空天。过下抗氧化成分，像提条抗氧化成分个当个我背该称日，不过你也 Q 色的，莫是白色的，该日长真紧重，该日薄体是莫，因为日薄体
呢度鸭咧，不然咪偏體去。鴨嘛真有營養，像個爆燒啲本，當個個鴨體有營養。你做個你爆燒魚做個咪爆米花，它一點都冇營養體去。所以啦，吼，Andy 吼聊到東西吼，是看應用版、應用版去料理機啦，假使做的是去用最簡單的方式吼來料理吼，是了解佢嘅鹽味，按用上來係一定好嘅。冇調油，冇調過鹹，還個冇了解加工到調過了啲東西。幾下唔好，冇錯，係實在盡量冇是加工嘅食品調到。好，了到鋪鋪按用講到過後，其實會真啊，頭先已經講經常對這問題哦。Andy，頭先講外國人都實在吼。哎，記得實在是做當好事，我講下發現記得啊，吼，全部是生嘅。係，Andy 台灣來講啊，吼，假使你當你愛用是生嘅東西，一體質講真嘅咧，會變態會走，睇韓國會看唔起看唔讓係。外國人已經有安強嚇。你講我吼成因吼，你比如講吼，你啲成因吼，你係到咪幾強嘅成因，係，佢是變水冇長，你用咪安用？係。按到台灣強嘅成因，是變水是做唔得。甚至為按了那為數嘅人們講奶冇強壯，氣候冇強壯。到面嘅來講吼，因為佢氣候下走，吼，佢佢衝勢強出來，佢也是變，佢係比較慣戰咧。不過你要等佢到台灣下去吼，因為台灣有下濕，吼，有下人們講有下熱，吼，等於是安嘅東西吼，你衝勢吼，因為台灣嘅成因衝勢冇是變來慣，等於吼。等於下睇到切掉的上來垂下去，當到按台灣成因吼，到後上加什麼20-30歲是當到上來唱水以後吼，身體變強冷嘅以後係變到手變腳變，手腳啦吼，所以係每節嘅全部是按用動變，係，還因為按台灣因為熱天當熱，當到什麼因吼，要麼好是變，有好吹冷氣，係，佢身體是當到濕氣走唔出去，所以是了了了上來唱水下去，身體下那濕，下那有問題，所以基本上阿島嘅體質，嚇，嗱按台灣體質冇強，啊，按你台灣人係阿島嘅物件生發下去，佢強出嚟成因，因為衝勢係生發反應冇強，佢體質冇會改變，就按你體質是東西就做得，就按你反應改變，按你是東西就做得。所以咧，吼，按你假使講實在嘅朋友，按你愛記得啦，吼，按你讀了解台灣，吼，按你當然只有按你台灣菜系嘅一隻食法，因為按你算係許多興嘅一隻了解講環境，吼，了解天氣各方面，嗱外國真係冇強咯，冇所長，係冇成日成日講出嚟，佢係比是變嘅，不過按台灣成日是變，按嘢氣候是變，它起碼上是不合，吼，冇時間讓少少冇強咯，因改到氣候會咁做得，係，所以冇講凊彩吼，就按你台灣氣候學成因，冇台灣成因吼，就咪嘅因成因學下去，就學校一睇問題。一定有問題過來就出來，所以真緊嚟咧吼，按你假使講啊吼，你實在嘅朋友記得是動都會搶出來，但時間吼是搶出來是包嚟啊，其他嘅東西可能是什麼按多，什麼按用嘅味是按太渣，有時間用嘅時咯，相味節而多也係講其他嘅，大家講用版平均落去分機，太鐵咧講吼，但係一隻春盤一隻盤吼，但是按多吼，不用講，因我平常伊是個自助餐盤點樣多啊，最好是講吼，熱盤吼300分滿，吼，啊你一天到一隻輪跑之下都係東西，但係唔是個黃頭炒米盤，你是一天到輪跑之類東西，比如講牛豆腐啦，或是豆類啦，吼，或是個堅果類，都該點樣多，係按怎做得？好，按樣現在所以大城市都要搶出，因為搶出冇輪跑之，未應該咁辣。所以按到啲都匍匐，按要提倡鄉親朋友咯，按時間是愛多了解咧，吼，按講實在啊，要合乎吼自家嘅體質，好好來挑戰一個食材嘅方式咯，按就做得啊食來啊有營養有抗健，吼，因為希望阿鳳來到現場，希望你好到了解來聊下咧，家下記得夏天嘅按呢啊先生強下來好好做聯同，希望大家。